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2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列王纪上卷16章第1节到第7节，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到4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伤悲。首先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恭贺新年，愿上帝来赐福保守我们新的一年。今天是新年的初一，新年恭喜。诗篇23篇提到你的锤、你的拐或是你的杖，一个是管教，一只呢是用来保护跟援助的。牧羊人拿着杖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要责打，也不是他们定义要来惩罚。其实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所带领所有的这个羊群能够走在这个正路上面。惩罚的时候，相信牧羊人心是痛的。列王纪上卷16章第1节到第7节，我们有看到的列王的历史。巴沙虽然代替了耶罗波安成为以色列的统治者，但是却仍然跟随着耶罗波安的罪恶的路，使上帝生气。圣经记载，上主对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先知说的话，要他把以下的信息告诉巴沙：你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我从尘埃当中提拔你，立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领袖。你竟犯罪，像耶罗波安一样，又使我的子民犯罪。他们的罪激怒了我，所以我要除灭你和你的家族，像我对待耶罗波安一样。你家里的人无论是谁，死在城里的一定被狗吃掉，死在郊野的一定被飞鸟吃掉。巴沙其他的事迹和他英勇的行为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巴沙死后葬在得撒，他的儿子以拉继承他来做王。耶户先知说出上主斥责巴沙和他家族的话，他的儿子呢就继承了他。因为巴沙犯罪，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他激怒了上主，不仅因为他跟耶罗波安王一样行为邪恶，也因为他杀灭了耶罗波安全家族所有的人。就是因为他的行为跟耶罗波安一样，结果就让他杀死耶罗波安全家这个事情变成师出无名了。因此在上帝的面前，他就变成了罪上加罪的一个人物。我们再声明一次，上帝的惩罚管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如此做。当上帝看到人的堕落的时候，就起了管教的心，并且为了人的失错而失望难过。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为了耶路撒冷伤心的事。虽然很短的经文，但却非常的实在，又如同路加福音15章记载着耶稣基督的比喻。这故事当中的浪子的故事，
其中的父亲的角色。当他的小儿子维尼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心里是难过的，是伤心的。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9章的记载，标题写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了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今日知道那有关你和平的事，可是你现在那样的盲目。日子将到，那时候你的仇敌要造土垒包围你，从四面围困你，他们要彻底消灭你和你城墙里面的人民，不留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因为人的拒绝，因为人的犯罪，因为人背离上帝的道路，因此上帝就失望了，为人而难过。耶稣哭了，为了耶路撒冷将来的处境而伤心难过，如同耶稣基督为了拉撒路的死也哭了一样。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因为他是慈爱的主，是恩典的神，正如同约拿先知所说的，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约拿书第4章第2节跟到第3节，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人的背离、犯罪、得罪上帝，上帝的心里是难过的，是伤悲的，所以人当谨慎，要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然后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诗篇80篇第1节到第6节，真诚的敬拜。上主大能者上帝发言，从日出到日落之地发出呼唤。从最纯美壮丽的锡安城，上帝发射光辉。我们的上帝要来临，并非默默无声，他的前面有烈火，他的四周有暴风，他传唤天地做证人，为要审判自己的子民。他说，召集我忠贞的子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一些用生计跟我立约的人，诸天宣布上帝的公义。上帝自己是审判者。感谢上帝爱我们如同牧人爱他的羊群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忠诚的成为主的工人，来服侍主也服侍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